高雄有一个查某囡仔，号做饲油粒，出世敢若一支脚，人拢叫伊一支脚的天使。即马伊读到国小5年啊，虽讲伊身体有障碍，不过伊是认真学习，乐观袂放弃的精神是影响着真侪人。今年嘛摕到总统教育奖。用喙甲鉛笔阿捌拍开，搁家放伫桌顶，扫落来用脚趾头甲笔捏条的写字。这位是饲油粒，今年10岁咯，是5年学生，大家拢会叫伊一支脚的天才。独独一支脚的饲油粒，去年开始从耳机学走路，复健过程真辛苦。除了破病甲复健，饲油粒拢一定会去上课，也是因班的数学小老师。虽讲干那做病一支脚，伊乐观袂放弃的精神，嘛得到今年的总统教育奖。因为小时候常常就住院嘛，然后就看到很多医生护士啊，然后后来就让我想要当医生或护士。他这样子真的是很辛苦啦，我们真的心里面也觉得很欣慰。他也是需要说非常的努力这样子。饲油粒自出世就一支脚，过去爱坐轮椅，经过长时间的复健，练习一支脚要安怎站起来。阿爸自细汉就教伊用脚写字，面对这么多难关，饲油粒总是有笑容，伊的精神嘛感动真侪同学。就是他的自信跟毅力，我觉得我从他身上学到这些东西。我们都会自己主动一点，就说修你怎么了？要不要我们教你，还是要怎么样？教育部日前公布今年总统教育奖名单，总共有56位获奖。饲油粒要向甲伊同款身体有障碍囡仔讲，爱加油，莫放弃，伊做会到，你嘛一定会使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